RWA 與穩定幣正重塑全球金融體系的底層邏輯，為傳統金融打開全新維度。RWA 打破流動性瓶頸，釋放房地產、藝術品等數十萬億沉睡資產，重新激活全球經濟。RWA 推動普惠金融，將高價值資產分割為小額份額，降低投資門檻，豐富資產配置選擇。穩定幣革新跨境支付，將數日的電匯縮短至即時結算，大幅提升國際貿易與匯款效率。穩定幣是去中心化金融的基石，為借貸與交易提供穩定價格錨定，連接傳統與新經濟。RWA 與穩定幣結合，構建更高效包容的全球金融生態，重塑實體資產到數字價值的閉環。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，具備發展數字資產的獨特優勢，掌握相關知識是把握未來的關鍵。